我克了额要血洗了他72乡寨。军们，先送一封600里加急给西北行辕，让左右各骑兵马向行辕聚拢。我一到，立即部署。这么着急啊？急？这还算急啊？我恨不得马上定他一堆木笼子，现在就让他们站进去。佛骨，哼，就是佛祖来了，也甭想拦住我。现在知道我担心什么了吗？哎，老爷，他要血洗72乡寨，咱少爷还在里头呢。哎，我不想招谁，也不想惹谁，我就想回家养老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回主子，李卫递牌子求见。李卫？是的，他那身装扮太有意思了。什么装扮？让他进来。这。走吧，我说李。哦啊，对了，我现在应该怎么称呼您呢？大护法，大护法，请吧。亲命护法，臣李卫叩请圣安。我倒真忘了，我们这里还有个大护法呢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皇上忘记了，臣没有忘记。哦，太后亲临宝应寺的时候，臣就在门外。当臣听说那佛牙是假的，当时真是如五雷轰顶啊！臣知道皇上是最孝顺的，一想到太后当时的样子，尤其当着大庭广众，别说皇上，就是臣都感到无地自容。要是有个地缝，我都想钻进去啊！是为人子，岂只是一个无地自容？母后真是包容天下，实非常人可比。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，更何况这是太后她老人家受了委屈。唉，一想到这儿，臣这屁股底下就像针扎了似的。没想到你李卫还有这份人心。唉，臣也是上有老母，下有儿子的。是啊，人同此心。臣现在身为亲命护法，如果视而不见，那是天理难容啊！你想怎么样？臣要恪尽职守，想方设法为太后再去寻一寻佛骨。当然，这寻得来寻不来那是天意，可是坐着不去，那就是没良心呐。好，很好，有你这句话，母后就会高兴的。臣以前有些私心，只想去一些山清水秀的地方。你倒是说实话了。有皇上孝母的表率，臣决意痛改前非，找最艰苦的地方去。你想去哪里呀？既然西北一带寺庙众多，又有些佛骨的影子，臣想取道青海，去西北寻一寻看，请皇上恩准。难得，真是这么多日子以来，朕听你旅游界最像样的一次奏对了。唉，人心换人心，8两换半斤，手心手背都是他娘身上的肉啊！不对啊。好了。科勒正好也要动身，你和他一起走吧，正好路上也有个照顾。谢皇上恩典。去吧。哎，老爷出来了。老爷，哎，老爷，老爷，哎，姐夫准了吗？怎么样了，老爷？吃肉不准，干活还有不准的。咱们真的要去西北了？不去怎么办？拉的屎还能坐回去啊？哎呀，那也是为了您儿子呀。哎呀，人家那是养儿防老，可我倒好，为了儿子。还得到西天取经去。老太太说了，
李家就那么一根独苗，一点香火，老爷就是当一回猪八戒也得去。是啊，我这辈子活得算是值了。走，回去吧。来，主子，别看李卫平日里歪七扭八的，嘿，可毕竟是宫里的老人啊，紧关节要的时候还是用得上劲儿的。这种时候也不多。嘿，总比那没有要强啊。再说了，这回啊，人家是主动来找差事的。你说什么？哎，我说，这李卫是主动来找差事啊。有意思，他是决意要辞官的，是不是？可不是嘛，一直闹着的呀。自己找上门来讨差事，还要去西北，还要找什么最艰苦的地方？这是李卫吗？说的也是啊。朕倒真有些好奇了。传旨，叫护花二人跟李卫走一趟，就说是朕给他派的护卫，看看他到底干了些什么，一举一动都回来向我禀告。这。各位，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，喜事有2件。第一件，我们扎伦寺的圣物，前些日子被人抢走了。小女金珠立下重誓，一定要为扎伦寺寻回佛骨。苍天开眼，佛祖保佑，今天佛骨终于回来了。送还佛骨。恭迎佛骨，恭迎佛骨，恭迎佛骨。为佛骨的平安归来，我们满饮一碗，来干！干！佛祖保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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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各位，这次巡回圣物，多亏了一位少年的鼎力相助。这位英雄，在一场误会中受了小女的委屈，可是他不计前嫌，也不贪图财宝，大仁大义，大智大勇，真乃人间的豪杰。好，好，这位英雄在什么地方啊？请统领引来一见呐！让我们见一见。慢，我的话还没有讲完。小女慧眼识珠，又有誓言在先。如今这位英雄即将成为我的东床佳婿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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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了。大家好，英雄好，英雄好。小英雄，
是不是自己偷喝酒了？我喝了一点点。来，咱们再陪小英雄多喝一碗。这么大碗？小英雄一定是英雄海量。这酒一定比南路烧酒强啊！什么南路烧酒？那不是酒，是水。来，咱们先干为敬。干！喂！这不是酒，这是水吗？是水啊！英雄好酒量啊！英雄好酒量啊！诸位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这位少年英雄，还是咱们大清皇上跟前的5等带刀侍卫。哎呀，英雄啊！英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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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都不知道，我李小卫是5等带刀侍卫。哎呀，英雄啊！真是英雄啊！侍卫啊，将军啊，左领啊，我都瞧不上。他们都是3脚猫功夫，花拳绣腿。我觉得他没什么了不起。大力侍卫个个是武功高手，今天就请小英雄赐2招绝技，让我们开开眼界，如何呀？是啊，来呀！弄2招，来2招。小英雄，你是使枪啊，还是使刀啊？这2样我都不喜欢，我要锤子。锤子，你有没有锤子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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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没有锤子？哎，我们这里没人使锤，哪来的锤呀？没锤子，那就改戏。改戏？什么叫改戏呀？哎呀，我听明白了，他是说改成唱戏了。唱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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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戏。好，今天是欢庆的日子，就不要舞刀弄枪了，大家唱起来吧！好，唱戏，唱戏，唱戏，你们要听我唱，我就来段金银子弟书吧。不好，太软，来个硬的，铁板铜耙，要大风起兮。他是说改成古乐，改成古乐啊，古乐啊，你们知道什么是古乐吗？啊，不知道啊。古乐是这样的，1、2、3。小英雄，那请吧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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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营哨位戒备，军门回府了。军门。左右各营的左领都到了吗？接到军门的600里指令，已经都赶过来了。听我军令。大统领，
出什么事了？回大头领，我们的前站银哨发现，科勒的人马有异常的调动。请看，原来驻守在多拉山口和青石河的2部绿营突然拔战，调往了我们的左右两侧，而且全部都是行军的阵仗。你们多虑了吧？克勒阿如今正在剿匪，兵员调动也是正常的。正因为他在剿匪，这个调动才不正常。多拉山口和青石河是2处重镇，是堵住张黑果东出西进的要道。如果不是有别的事情，这2处的兵是不应该动的。看架势，倒是对我们形成了加工之势。没有道理呀。有。当初克勒阿从本寺劫走佛骨，就是动用了手中的正规兵马，有势在必得的意思。我在京城拿到佛骨的时候，克勒阿已经让顺天府画影图形，开始追捕我们了。要不是有小魏公子的侍卫腰牌，我们连城门都出不去。这个克勒阿不会这样做吧？这里的山川牧场是大清的领地，这72寨民众更是大清的子民。改土归流以后，这里建了卫所，我阿吉是头领，也是朝廷的流官，还有五品的顶戴。克勒阿就是再想要佛骨，他也不会对我们下手吧？这是通事操戈呀！话是这么说，可人心隔肚皮。那克勒阿他重兵在握，而且天高皇帝远呐。他这次劫佛骨进京，本来是想得风光的，可是被金珠姑娘又夺了回来。他也许是受了责罚，也许是丢了面子。他回来是不是要逞逞淫威，还未可知啊。他们那边的兵马已经在运动，应该加以防范呐。72寨，老弱妇孺。克勒阿他也许打不过张黑果，可是对付我们是绰绰有余。他手下毕竟是正规的绿营军呐。这凡事总要有个道理。他克勒阿堂堂的西宁将军，他总不能师出无名吧？我看这件事不要急于下结论，更不要引起什么摩擦，以免给人口实。咱们先观望一下，这个消息不能乱传，以免引起慌乱。明白。什么人？有人来看李公子，哪儿来的？说是从西宁来的，赶考时候的朋友。进去吧。王昭君，醒醒吧！干什么？人家睡挺香的。这可真是但使主人能醉客，不知何处是他乡啊！谁呀？还会背诗？连睁开眼睛看看都不想啊！这么乐不思蜀。什么乐不思蜀？一套一套的，烦人。李小卫，
李小卫，谁敢直呼我大名？海菊！啊！我在做梦吧？你以为我们跑了上千里是来看你做梦的？啊！真的是你，海菊，我想死你了！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？你这么好啊！你知不知道我受了多少苦啊？求你这点粗心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他们已经在调动兵马了。海姑娘的信不知送到了没有啊？我担心的是，即使送到了，也怕来不及了。72寨的乡亲可都是拉家带口的老百姓，再快也快不过绿营兵啊！你管他呢，只要少爷能跑出来不就行了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就咱们2、3个人能干什么呀？哎，老爷，要不去求求那个克勒？哎，哪儿那么容易啊？就是挡不住，能拖一拖也好啊。反正司马也得当活马医啊。这压下个配的。又有什么事啊？有人求见。谁？是张黑果派来的。啊！血洗72乡寨，老爷亲耳听到的。不可能吧？就为了一个佛骨？我们来的时候看见克罗阿已经开始调兵了。惨了！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起码得去告诉金珠吧。金珠？金珠就是那个……我想起来了，是嫂夫人吧？哎呀，嫂什么夫人呐？她是的，哎，这就是新房吧？温香暖玉的，还真有点情调呢。我什么都没干啊，真的，我还是清白的，我对得起天地良心，我只喜欢你一个，真的。回主人，这一位就是张黑果张头领的弟弟，他也是张头领的帐下军师。在下张黑山，见过阿吉大头领。我和你们头领素无往来，不知军师有何见教啊？大头领好像很有戒心呐。哼，只要进我的大帐不是舞刀弄枪，就是朋友。请坐，看茶。是。头领如此好客，我就开门见山的实话实说了吧。据我们得到的情报，头领和头领下面的72乡寨，恐怕要有血光之灾了。为什么你总是不喜欢听我说话呢？他们这里的人只是爱喝酒了一点，说话横了一点嘛。可是他们都是好人呐。哼，不用你开导。你以为我跑了几千里就是为你啊？闹了半天，原来你不是为我而来啊！那当然了，人家72乡寨那是多少条无辜性命啊！老爷说过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许你做好事还人家佛骨，就不许我做好事造几级浮屠？你太让人伤心了，原来都不是为了救我。你快去吧，别耽误了正事。哎呀，那你起码有一半是为我吧？老爷嘛，可能有一半是，我嘛……那一半的一半呢？你要是再瞎磨蹭，连一半的一半的一半都没有了。哎，别急嘛，我这就去还不行吗？哦，你的消息可靠吗？怎么啦？就凭我这张嘴，你认为那帮人会相信吗？哎呀，你可是人家的姑爷，不
信你信谁啊？哎呀，别这么说啊，什么人家姑爷啊？你说话别老带着刺儿，行不行？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呀？你再糊涂，轻重缓急总该分得出来吧？去吧。这。你们头领在吗？有客人。哎，你告诉他我有要紧的事找他。今天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今天不行。那就改天吧。据我们探知的情报，克勒俄已经调动了多拉山口和青石河两地的驻营，向你们的2翼迂回，大有遣家之势啊！你要说什么？我们黑果首领这些年南征北战，苦心经营，终于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。无论和北方的罗刹国，还是西面的南北天竺，都有了广泛的联络。多年的谋划已经有了大致的模样，如今的时机已见成熟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你们想要干什么？建立自己的汉国。我们头领一向仰慕大头领的为人和威望，派我前来，就是为了邀请您共谋大业，共图大举呀！我这里牛羊成群，牧草成片，日子过得还可以呀。是吗？现在已经不可以了吧？克勒俄的兵马眼看就堵到您的家门口了。那不是打仗，那是一场屠杀。不管是克勒俄还是朝廷，如今已经容您不得。这种日子还叫可以吗？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？你们要我干什么？走，借道前后葬，直向西行。我们的头领称汗之后，您将成为势力最大的王爷。比您现在这有名无实的五品顶戴，怕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吧？你们真是谋划已久了。当然，我不会空手而来。以前西迁最大的障碍是多拉山口，那里有绿营驻守，难以通过。现在，克勒俄已经把那儿的兵调了出来，来专门对付您的72乡寨。这一福一祸，明明白白地摆在您的眼前，我想头领不难掂量吧？这么大的事，我不好现在就回答你。您现在危机在即，时候不多呀。这是我们大汉的旗帜，您只要是决定了，就将它挂起来，我们的人马上会来接应。这汉人里，怎么总有这样的败类呢？其实他说的有些也是实情。怎么了？嘘，原来咱们掉进贼窝了。嘘。
左右2路人马什么时候能到位啊？还得1、2天的时间。怎么这么慢？军门，他们是从卡拉山口和青石河把营过来，兵马、粮草、辎重都得准备啊。还有，这我知道。派人去催一催，让他们尽快到位。到了我就动手，老子多1天都不想等。去。是。军门，我也会担心。什么？一旦真的大军压上，那帮阿奇部落的人都是些不好惹的主，真的要造反起来，麻烦就大了。等你说就晚了。你以为我没想过吗？造反，那正好啊！皇上派我来干什么？就是抓叛匪。张黑国我找不着，阿吉部落就在眼前，他们敢造反，我正好找一个软柿子捏，提几颗人头回去，也算是抓了叛匪了，既得到了佛骨，又抓了反贼。我他娘的，这叫双赢啊！我，哼！也不知道海姑娘到底把信送到了没有？就是送到了，又能怎么样？也许咱把事情想简单了。佛骨，人家根本不想给，克勒额也绝对不会住手。小魏啊，要是真成了他的女婿，恐怕也没那么快送回来。要是这么说的话，咱们是谁也管不了啊！哎呀，这还不是最要命的。以前老听说西北用兵，西北用兵，这一路走过来呀，才知道什么叫天高皇帝远。这方圆上千里地，一个人影都没有，这是想喝口水呀都费劲。能在这个地方生儿育女的，那是个个都生猛啊！难怪那个金珠为了一颗佛骨，就敢单枪匹马勇闯京城。您的意思是？我先问你，水泊梁山100单8将出在哪儿？这我知道，山东啊。山东可比这儿离京城近多了。你是说这儿离得远，皇上管不着？他们要造反啊？哼，水泊梁山那可是孔老夫子的老家，有山有水的，还说反就反了呢。哎，那可怎么办啊？你问我，哼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。何算着，咱来了半天，谁也管不了啊。唉，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呐。老爷，您可是大护法啊！狗屁！来呀！召集各寨头领到这里来议事。是。你听到的只是一面之词，这么大的事儿不会那么简单。哎呀，这里的人办事啊，跟京城衙门的人办事不一样啊。京城的人办事呢，鸡一嘴鸭一嘴，东一嘴西一嘴，决定一件事情呢，1年半载都定不下来啊。我可是领教过的，你知道吗？还有啊，门口这帮更糟，酒一喝，腿一拍，说走就走。哎，要不然我把你这里的事情告诉老爷，看老爷有什么办法。好，赶快去。哎呀，你不能走。有2句话，我一定要跟你说。不说，恐怕来不及了。第一，我跟那个金珠姑娘根本没发生什么。第二，你是喜欢我的，是吗？你能先把我辫子放下来吗？从在什刹海第一眼看见你，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正眼看过别的女人。你是喜欢我的，我也是喜欢你的。既然大家都是喜欢对方的，不如
就在今天拜个天地吧，因为我是属于你的。你有病吧？也不看看现在什么时候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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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这，快点，快，快，快，哎，怎么办呢？小满，这怎么办呢？太让人担心了。现在怎么办呢？哎，咱们担心的事啊，果然发生了。这真是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呐！究竟怎么办呢？我见克勒去。哎，什么人？啊，我要见克军门。军门正在商议战事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我有要紧事啊。哦，麻烦您告诉他，我叫李卫。哎呀，啊，这是将军行辕，违令者杀无赦。不杀，是吧？老子也有没招的时候啊。面对72寨的相中，我阿基没有任何个人的隐秘，全部情况就是这些。我想听听各位的看法。地上的路有1000条，可现在留给我们的并不多，也许只有1条。据我所知，那个张黑果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家伙，他为人阴险，在他那里只有利益，只有不认路的傻羊羔子才会把这种人当作朋友。可是，如今克勒俄逼到了家门口，他能把守山口、防备张黑果的兵都调来，看来是狠下心来和我们作对。能暂避一时，总比吃眼前亏强一些吧。张黑果是一条没有良心的狼，他今天能反叛1次，明天就能反叛10次。他今天出卖朝廷，明天就会出卖我们。他真的要是自立朝廷，我敢说，那也是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方。他想拉我们西迁，并不是真的喜欢我们，也不是为我们排忧解难，他是想趁机壮大自己的实力。不管日后找到什么样的新靠山、新主子，都可以当成筹码。各位说的还只是就事论事。我们这支部落自从西汉时从漠北前来，2000年中落地生根，虽然几经改朝换代，都不曾更改政术。我们的祖先可以逐水草而迁，但从来不会有奶就是娘，更没有干过分疆裂土的事。我们一旦背弃了祖先，不管是当今的朝廷，还是什么罗刹天竺国，都会把我们当成一条丧家犬。那样的话，也许再也找不到一块属于我们自己的牧场了。你们说的都对，张黑果是狼不假，可眼前这克勒俄也不是只吃草的兔子。他手中的人马对付叛匪也许本事不大，可是对付起我们来，他毕竟还是朝廷的命官，逼反民众那是杀头的罪。朝廷命官我们不是没见过，有几个好东西，何况这是天高皇帝远。人在天地间，脚要踩着地，头要顶着天，不能没有根，更不能有奶就是娘。就连一条好狗都不能谁扔块骨头就跟谁走。头领说的对，随张黑果西迁，另立汉国，那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黑路，绝非正果。你们怎么想？不做叛匪。
呀！谁呀？是我。海菊，你们都回去，圈好自己的牛羊，带上女人和孩子，72寨分别向不同的方向撤出1天的路程。是。还有，佛骨也先不要放回扎伦寺，我给你们选个可靠的人来保护，这样即便是有人来追，也不知道佛骨在哪一条路上。见不到人，克勒俄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他见得到，我在这里等他。阿爸，就您一个人吗？有理不在人多。克勒俄是个不讲理的人呐。道理是什么？道理不是2张嘴说出来的。人的智慧是有限的，可是我相信，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，有一个更高的神灵。这话真是我爹说的吗？嗯。哎呀，惨了惨了，连他这么聪明的人，都说没招，那完了。老爷说，他再聪明也挡不住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。结束，结束，都是结束。想办法离开吧。这个鬼地方，怎么想办法离开这个鬼地方？这个鬼地方，你鸟都拉不出屎啊！我怎么离开啊？你能走得了吗？唉，有守卫啊。哎，这个。哎呀，人家要叛离朝廷，还会怕这个？说的是。哎呀，哎，你看不到对不对？我也想看不到。那倒也是。认不出我了吧？你神经啊！好，走。谁啊？你们在干什么？这个，我觉得东西这样摆放比较有特色。你觉得呢？这里面东西这样摆，都是我出的主意，跟他没关系。他是谁啊？他啊，你就是金珠姑娘吧？你是谁啊？在下姓海，是李公子的一位朋友。最近在青海做一些皮货生意。皮货生意。听说李公子有喜事，特来凑凑热闹。谢谢谢谢。你好，远道而来的客人，我们这里一向好客，不过现在不能为你摆酒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马上要离开。我什么地方都不去。阿爸已经做了决定。哎，你们的新房刚刚布置好，要去哪里啊？既然是朋友，我也不瞒你。西宁将军为了抢夺佛骨，要攻打我们的寨子。这件事我倒是有所耳闻，不过你们现在要去哪儿啊？暂时离开。我还听到一个消息，叛匪张黑果正在攒动各部落的首领，随他去另立汉国。你的消息倒蛮灵通的嘛。做买卖嘛，朋友多一些，耳目多一些，总没坏处。张黑果的人刚刚来过。这么说，贵部要跟他们走了，去哪儿？跟张黑果另立汉国呀？哼，那是汉人的败类。我们有自己的山川牧场，有自己的坟茔寺庙，为什么要跟他们走？这你说的？这是全部落人做的决定。啊，果然如此，早被我料到了。料到什么了？啊，果然天地之内，大义存焉呐。克罗阿的人马上就会来攻打寨子，这里会很危险。那你们怎么办呢？我们要连夜撤离，见不到人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阿爸不走，他要留在这儿干什么？他要在这儿等克罗阿。一个人？